我哋繼續再接聽埋其他嘅聽眾電話先。有廣生嘅電話，廣生。唔好意思啊，把聲沙沙地，大家身體健康，嘉賓同埋咁多位主持人，爭取時間啦。早晨，咁樣，朱局長，我想點名你回應我嘅問題咧，即係我知道閣下咧喺公職嗰度咧都有數十年啦。你嘅公職都將近100年啦，咁咧我就想知道咧，今次呢個諮詢文本，呢就幾多人做咧？咁幾多人要負責任？點解我咁講法咧？因為最尾嚟計咧，大家好清楚，到出街咧，一定咧就係你啊或者陳司長做決定噶嘛。咁我想知道究竟係你一定陳司長決定呢個諮詢文本出街嘅時候，係你哋邊一個做決定嘅咧？還是有另外一個再高層啲嘅人決定咧？呢一點我好想你回應，呢一點好重要。廣生嘅問題係咪話呢個嘅決定係由邊一度嘅係啦，邊一個係朱局長啊定陳司長咧？你有冇講清楚個決定係乜嘢決定咧？呢個諮詢文本啊，即係出街而家最高邊個負責人拍板咪？係啦，最高邊個負責人拍板冇錯啦。朱局長啊，抑或係陳司長？係啦，我好想清楚點解咧？嗱，因為正話好多聽眾都講咗一啲連帶關係，原因係點解我咁講咧？希望主持人亦都唔好阻攔我講，因為咧一定要有個公信嘅人，係正義嘅，係真係高官係冇問題嘅人咧，去決定呢樣嘢先係合情合理。因為點解咧？近日好多葡文報章咧就成時提起嗰啲10個墓地事件咧，因為點解呢？我會提出呢一點咧係但係講真，今日我哋個話題咧，主要咧就係咧討論呢個政制發展有連帶關係㗎，有連帶關係㗎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咧葡文報章話得好清楚，陳司長唔知，慢慢又知，5人小組寫咗佢知呢樣嗰樣，咁呢個人嘅公信力啊，跟住話冇經監督實體，唔關佢事，而家又證實咗知啦。咁全部已經證實，終審法院又加入埋啦，檢察院又做。廣生，我諗我哋嘅話題咧扯得太遠啦。如果咁樣嘅話咧，我哋會牽連成為另一個話題。至於話呢一個嘅政制發展裏面嘅諮詢文件係成個工作係點樣進行嘅？由邊度開始決定？由邊度開始個法律部門應該係點樣去做嘅話，我諗政府方面可以做一個回應。咁啊，或者多謝阿廣生嘅電話先，我補。或者請兩位局長都回應一下。即係如果話係呢一個嘅諮詢嘅文本裏面呢，整個工作嗰個流程，大家其實可能個社會上面都關注到，喂，呢個文本係咪真係我哋市民裏面嗰個意見？到底裏面係咪真係裏面我哋係咪真係我哋想象之中設想到？我哋係咪真係可以去嚟到係掌握自己嘅呢個社會嘅政制發展未來嚇？朱亞錦局長或者。或者我先介紹一下少少先啦。咁呢個政制發展呢個議題呢，其實大家都知道呢係比較複雜啲嘅，因為佢牽涉到呢特區同埋中央嘅關係啦，中央嘅權力。所以大家如果留心睇呢個諮詢文本呢，佢第一部分呢，佢係基本情況嘅簡介，即係由開始介紹呢，就係由去年呢行政長官去呢個施政方針啦，去提出啦點解我哋要做呢個政制呢個改革啦。之後亦都解釋呢5部曲啦，咩叫5部曲啦？因為我哋修改呢基本法附件1、附件2呢，係要遵循一定嘅程序嘅，係咪？咁第一部曲呢，就係行政長官要向中央提出一個報告啦，就決定呢是否要修改呢個諮詢呢個政制嘅呢個辦法嘅。咁點解會有呢個報告呢？咁大家都記得1月份呢，我哋做咗一個廣泛嘅聽取意見嘅過程啦，就係成個月嘅。咁喺呢個過程中呢，就大部分市民認為呢係需要修改呢兩個產生辦法。咁所以大家睇到呢成個文件嘅結構呢，佢會解釋咗一個程序啦。如果我哋要修改呢一個產生辦法呢，除咗要改基本法附件1、附件2啦，仲要呢修改本地嘅選舉法，就係立法會選舉法同行政長官選舉法啦。除此之外呢，我哋亦都有一啲原則呢需要遵守嘅。譬如頭先講到話，澳門個特殊嘅憲制地位呢，佢係一個其實特別行政區，係一個城市，唔係一個國家，所以佢冇呢個決定權啦。所以之後呢，中央就做咗一個決定啦，就係針對呢個決定，佢定咗一啲框架。所以喺呢個諮詢文件呢，我哋其實呢係第一部分呢，有清楚列出咗呢啲文件，即係話澳門社會嘅討論呢，要喺呢啲大嘅框架裏邊去進行。所以我哋需要俾一啲資訊俾市民啦，因為我哋經過第一輪嘅諮詢呢，發覺其實係有唔同嘅意見嘅。而家大家都今次嘅電話呢，發覺大家其實意見都好分歧嘅，係咪？所以由於時間都幾緊迫，我哋要處理呢2013年嗰個立法會個選舉啦，就希望呢喺呢個諮詢期間呢，大家可以聚焦去討論一啲之前有某些嘅共識或者大方向嘅
問題，同埋亦都係一定嘅框架裏邊去討論。咁如果去到譬如第二部分呢，就立法會嗰個選舉辦法呢，我哋睇翻個結構呢，我哋睇諮詢文結構呢，第一部分呢，我哋都俾一啲資訊社會就話現行嘅規定係點樣呢？因為我哋唔可以脫離現行嘅規定啦，俾大家參考。跟住我哋列出第二部分呢，就話首階段聽取意見呢個過程中呢，主流或者多數或者曾經有提出嘅比較可以歸類嘅意見有幾多類啦。咁其實大家如果睇翻第二部分呢，基本上我哋都列晒所有嘅意見嘅，譬如等下增加呢啲立法會直選間選啦，淨係增加直選啦，又或者增加直選再減少間選啦，又或者逐漸去到普選啊，呢一個意見我哋都有列出嚟嘅。咁當然有啲意見呢，其實可能就唔係咁符合嗰個決定嘅內容啦，因為起碼我哋而家第一，政府就獲授權處理2013年嘅立法會選舉，咁變咗超出呢個範圍呢，我哋起碼呢次唔會討論啦。第二就係話，亦決定咗呢，就係話喺將來呢個選呢個改動裏邊呢，係要保留翻立法會嗰3個架構係不變，譬如直選、間選、委任都係要存在嘅。咁變咗，如果你話全部普選，亦都係唔係，起碼唔係呢個架構裏邊啦。所以變咗呢個諮詢文件呢，佢唔係就話有個表你就填個表就算啦，而係我哋呢希望俾一啲資訊、一啲市民，因為我哋政制呢個改革呢，唔可以話憑空去想像，一定係現行嘅架構裏邊呢，喺一定嘅範圍裏邊呢，去提出啲意見呢，我哋先可能會有一個成效。因為我哋有一個時間就2013年嘅選舉就要臨近啦，所以變咗呢嗰個表其實只不過係其中個附件一個欄目，係方便市民去提出意見，俾佢更集中咁考慮。咁當然嗰度都清楚列出有其他意見嘅，同埋我哋希望喺呢一個個半月個過程中呢，係可以呢更加聽取多啲意見，大家再充分啲討論啦。朱偉畊局長，頭先嗰位聽眾所問嘅問題，其實頭先朱立倫局長有解釋啦。咁整個諮詢文件嚟講呢，就係特區政府係將呢個第一輪嘅諮詢同埋嗰個決定，同埋而家實際嗰個情況呢，喺嗰個諮詢文件裏邊呢，其實亦都交代得非常之清楚嘅嚇，説明得好清楚。咁而呢個諮詢文件呢，呢位聽眾呢，就強調話，究竟邊個人啊，邊個部門，我哋唔可以咁樣睇，因為呢個諮詢文件呢，好明確咁寫明呢，係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咁樣嚟到呢，係向市民呢係作公開諮詢嘅。為民主要普選，好似太陽咁溫暖，陽光施政得個噏，臃腫架構效能劣，出埠玩樂趣世安，無能出眾。澳門市民受夠了，即刻滅掉小圈子，澳人起鬧了，阿爺出來了。攬拳臭串嘴臉，我叫一聲司長收檔啦。露臉司法查住先，慢慢啲底官位冇變，隱藏掩埋數據資料，問下故裝懵懂即鐵線，行當墳墓齊齊拍，更多絲瓜點去算？也許光陰消去，追不了無罪嘥氣。弄亂調查司長應該夜官飛，落去啦！澳門的庸官，工商勾結拆似官，睇你有濫權想求公允，願問顧佢可知廉恥，即刻推起改革內扣，必誓按出走100次。總算做嘢的確鬥泥，讓政府改革問責缺失10年。
生都表態，願見施政透明，只睇怕一切都變得嘥氣。乜都嘥氣，一味去避，將收費任務全部劈晒啦！越賣學民主要細意，推進民主締造和諧。依班有總算做嘢的確鬥勵，讓政府改革問責缺失10年，催生都表態，願見施政透明，只睇怕一切都變得嘥氣。全部劈晒啦！越賣學民主要細意，推進民主陽光見。問多好，呢班得益圈子制度裏，行政長官包庇照料到，權貴貪賄，民眾聲討，高官失聰一再冇用腦，權貴的狗性太俗套，選舉終於近日推出變革。只可惜緘默是街坊看下，財富真好，窮困不好，街上高官勾結快地到，恐怕廢急觸發我暴躁，團社擔保，權勢聲報，諮詢不需公眾有場數，留間選官位有回報，只可惜今日成一堆怨氣，只可悲聽日成一聲嘆氣，這小島民主仍未能體現，20萬張選票裏係得300入這圈子，民主道路行不易，默默感益晒契弟，諮詢難民狂鬧到嘥氣。唔識字啊，唔識講。坐車嚟，一陣翻入再坐車翻。傻嘅不懂，前靠書到，想俾一些僆仔要着數，唔要競爭羞愧責任冇，民意遮掩，河蟹封殺，中央高官很懊惱，
沉默太恐怖，民主並未能體現，護住官位你要爭多啲界別，愚弄政治。民主道路行不易，默默感激世契弟克上作業所慰勞。民主藉着求體驗，學習識得透過用一張票肉尋覓正義，迷起政制的改革，你會否好像這樣不關你事麻木？